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台东县早起是继续来落大雨。这大武乡上武村的朝阳溪溪水涨大水，烂土埋插杂着树枝甲石头啊，直接淹过桥面。啊，这个涨大水的溪沟，甲居民的徛街，敢若让一条大路，民众是真烦恼，都惊这个溪水若继续愈涨愈悬，会灌入去徛街。啊，警方嘛紧急来做交通的管制。这个朝阳桥目前是绕南封起来，啊，那就北的车道轮流来放行。落水甘土将规条大路砍过，看着就真。这灌起来水是来自台东大武乡的朝阳溪，水一淹，大路煞变大溪。其中还有树叶甲树蛙，警方赶紧排山甲水管制车辆通行，避免发生危险。早上被吓到？有啊，有。水真的大哦。袂少在地乡亲拢会惊，因为因的厝离无偌远，敢若差一条大路宽，因赶紧请问这树蛙，就惊讲这溪水一直涨，会去淹入因兜。台东县长赵庆宁透早嘛到现场去巡视，就惊讲民众安全受到威胁，还有看到惊险的画面。刚刚掉车？没有，还不是第一台，中间的就是掉车了。南回公路淹水情形嘛真严重，差不多淹过规个脸啊悬。有真个驾驶虽然慢慢啊驶，淹过一个无细字，都卡伫水内吊车过路，袂顶袂动。封闭曹永桥南向车道、北上车道轮放通行。撤除封闭时间，将由大武公路段视风雨状况及灾害情形公告撤除。台东县大武乡过去24小时累积雨量正可观，几个观测点到早起11点为止，山地区累积雨量有619mm，大武有430 mm，大鸟有364 mm。嘛提醒乡亲，挖山口所在，较较有溪水涨大水，也是崩线情形，较低所在有可能会淹水，咱乡亲一定要小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